这段时间是这个苗栗的大毛蟹收成的时阵，养殖业者讲，即摆大毛蟹拢是3两重、4两重的母的毛蟹。料理这个毛蟹上界理想的方式，就是掺姜片类清炊。中医师嘛讲，这个大毛蟹滋味真赞真好食，但是是唔通一概食伤多哦，因为这个大毛蟹是属于寒性的食物，食伤多恐惊会落下。爬起来我就去抓，爬起来我就要去抓。 毛蟹笼挂头顶入到鼻仔内面，主要就是要掠这一只一只真肥的中国毛蟹。全部母蟹。并且水草顶伫走的拢是母的，到国庆年假是母的生小时阵，大家拢有3、4两重。无偌久尔，水桶啊就甜甜啊，再来佫将这中国毛蟹浸当混金。我预估我要准备到200只到300只。食中国毛蟹上好的料理方式就是用炊。那我们就开火。 放姜，用淡薄盐水挂盖起来了，11分钟后，就使享受中国毛蟹好滋味。是讲中国毛蟹一摆袂使食伤济。大闸蟹哈属性偏寒，蟹农都会给你一盘姜，所以你一定2个要搭配着吃。姜是温的，寒加温就中性了。中医师提醒讲，食中国毛蟹千万唔通食过量，你若食伤济会食歹腹肚。一般人建议一摆食2、3只就好。啊，若囡仔甲有身的人，因为身体较袂堪咧，食半只、1只就好。 啊，有过敏体质的人，都要忍耐一下，以免发生过敏的反应去伤到身体。